间啊吼，因为咱这体育馆后会时间动，咱即摆开始来排队天道天甲各学校咱排中央头到中央会带上一个有力老师拍动作来好，咱为这个多比赛开始排你问啊，你问，来，后面就开始排去，按指导一下咱即摆来拢先教委为听，先教委为听。咱困倒来，咱拢先教委为听跳于头前倒来，跳到头前，先听，先教为跳头前来，来，咱即摆来咱去拍头前，第一排才去拍头前者，好，安尼就到遮，来手边路开，咱遮边路开，咱徛过来，咱手边路开，咱遐手边来开就先扫伫后壁去，咱迄边较伤偏，咱就扫伫后壁去，咱遮即两排伤偏，咱就甲扫伫后壁去，咱边仔上边仔若伤偏，袂好伫后壁，后面感觉会伤偏，咱就徛伫后壁，下面咱这伤偏，第二排伤偏，咱这三位前前咱伤偏，咱对后壁去，好无？咱这个前前咱送出来，这个前咱送出来咱送出来，因为即摆要调位咧，咱这个前咱单线咱送出来对。对，几排？拢总用迄个400分，4排，4排，安尼，4个老师，4个老师，拢总有几排？咱排好，咱排好坐，咱服务人员要到3工一个，咱对好坐，咱家己对好坐，咱一排，咱这样对好坐，咱后边较乱尔。咱行较过来，无要紧，咱这行较过来，咱行较过来。4点2，咱这上客啦，咱4点2，1、2、3、4，咱后边遐已经上客啊，咱后客伫后边去，好无？咱注意者。咱这个客伫后边去，好无？咱后边迄边较客伫后边去，4排尔，会当徛4点2。第4个较久好尔咱下放的话替后边后边就不要紧咱排者咱才看出来嘛4点，咱这已经技能3时，咱这已经5日了，咱这5日了6条坐，对好坐，一排对好坐，咱服务人才较注意者，咱看后边会伤客袂？后壁敢会伤客？若会伤客的话，咱后壁会伤客袂？组长，咱搁带一排分刀对遮对吧？带一排分刀，遮做一排。安尼较袂晓平，后壁较袂晓平，带一排分刀来对遮来。咱注意咱的速度较紧者注意。安尼甲腿好，手甲边路开来安尼行较快，小过，行较快对手边路开，袂去放开就为主，袂较紧就接过来注意咱手对头前下底甲用着咧，手对头前，对头前袂啦
安尼，好，人会已经上后壁吼，后壁，咁咪，好，这上话这较客气者吼，较客气，有，好，有，你要收起来，这里要收起吼，较客气吼。 好啊未？好啊吼，啊来咱迄个，来咱注意，咱注意，哦，咱男生咱注意啦，咱站起来。啊，曾老师，咱站起来者吼。啊，咱的迄个，咱郑老师和蔡先生，咱做伙起来一下。郑老师，啊来，蔡先生来。 咱注意，咱伫遮，咱曾老师应该拢有熟悉啊嘛吼，啊今仔日呢，因为搁文仔来注意，今日有两位咱新入来。 的前辈者啊，要调咱做，要甲咱教这个，要甲咱教这个太极拳，吼，啊，今仔日人真发心，啊，所以遮伫遮学校那是用甲咱介绍，吼，咱这位就是咱蔡先生，咱拍鼓啊，甲感谢，啊，咱这位就是郑老师，吼，咱拍鼓啊，吼，咱咱注意，吼，啊，咱这边这位就是咱陈建贤，吼。 这个是咱李建贤，吼。所以遮个话，咱平时甲保持好好势，吼，咱平时甲保持好好势，啊，有哪遵照着咱即几位啊前辈甲咱教的方式，吼，啊，咱一步一步啊，落来落，吼，啊，咱注意，啊，咱郑老师，咱迄个即马分配，安怎分配啊？先交代过来，委员。 情况哦，啊伊哪个家己比较做，有法度看袂到，所以这今年大家做伙来按唱来分配，哦，咱就有个你目标，啊有啊，本来咧在做这动作，哦你看无，你就看这这今年按怎做，好，哎，主要还是练习，哎。 咱一位徛是，哦，安尼咯，哦，一位徛是遮。好，安尼，安尼你徛中吼，安尼徛中就好，吼，吼，来，咱后壁遮有理了嘞，吼，啊，咱两位分道，咱注意咱啊，交流徛进入后壁，啊，咱注意，以前线咱吼，顶咱徛一排，咱郑老师咱徛一只，徛一排只哟，啊，徛较中间，哟，站中间一点，哟，啊，去较后壁嘞吼，啊，咱以前线咱较后壁嘞，以前线咱较后壁嘞哟。 好，好，啊，蔡先生，你家那是？好。啊，我因为徛伫遮，可能头前的人看看会顶，咱徛到后壁者，无后壁人那看看会顶，吼，啊后壁人看看会顶。啊，咱这位陈先生，咱恁个徛一排好无？右边，吼安尼，吼吼。安尼，会当开始啊？ 感谢。啊，请郑老师慈悲哈，前道1公，分道1公。哦，咱这先看家己业务这动作安怎做，哦，啊，印象我来讲，安尼之后。第一个就是
尾一骹，哦，开始哦，你啊，当然你说到刷骹，哦，那刷骹。来，好，预备起，做好，要起身，哦，摆个脚起来，哦，预备起，哦，摆个手套。你拢做四个方向，你做个预备起，免那刷。注意到哦，你看。哦，预备时啊，较要定即下嘞，哦，爱较耍过，重心移过，骹尖啊耍过，哦，重心啊骹，哦，这预备适合咯。来，再来看一遍哦。啊，你看重心就定了伫正骹有无？哦，倒骹，哦，后开始做，哦，安尼是，哦，重心耍过，骹尖好好。哦，你下骹先要做好安尼，哦。做四个角头，看起势哦，对啦。身躯不要伫咧定位，但其手来定住呀，身躯咧定哦，哦，来注意啦，是放水，哦，手啦，手起落，身躯就该定了，要做一个后面，那伊身躯是定位，手就该定住呀，伊定手我尔啦，我较袂做啦。手腕，啊，是放水，好，手倒转来有无？好，手起落来嘛，身躯就定住了。哦，伊个动作，伊个身躯个动作较无，我像我做啊，做哪样定个哦。啊，你看，到定落，啊，这个皮可以到这里啊。好，来，按这个做到这样子好，咱开始就来做好安尼，吼，咱开始就来做好安尼，吼，来，来靠手里做好好，吼，来，来，安正，来，一正哦，来，开始咧，预备试哦，这个重心点放一下骹落。啊，倒骹边咧了行起来，看嘛伊，佮你啊，正骹了放落，然后放咧，倒出来就起水了，有无？哦，起水，重心放咧，放起来倒骹，好，第二个要做的话，骹尖做得好，好，预备试，来起势，来，把身躯定落。这个二手就定住起来哦，有起来，这是吸气，气了吐出去，哦，这个手了，家己出去哩，来，手放无啦，伊手就家己做定来，来抛飘啦，哦，后来这是咧，来，手就要起落来，哦，起落来，哦，来，咱搁一摆哦。这个哦，来立正，好，重心啊放喺正骹落，倒骹，脚跟了
酸，稍微正好一点。来，这样过来，这样过来吸气，哦，这气到到尾啦，就开始做点再吸。来，手底下吸嘞，呼气，哦，你吸嘞，哦，辛苦了，来，搁一盖哦，搁一盖哦。哦，恁看后壁迄老师，后壁老师看我袂见后壁老师哦。来，184，1，哦，这重心要放一下开了嘞，倒开的脚步呢，提翻起来，像那样放平嘞，哎，倒开支持你，是不？再来，重心放开，一个倒开，哦，一个倒开，哎，脚就快到起来，哎。这样184就好啊，这要起势，来，身躯条放平落，吸气，吸气个吸，来，搁一盖啊，搁一盖，反正做起来都开始进步咯。搁这一招哦，好，184，哎，他个就是加好了嘞，倒开，小分提高，转到前，来，这样还搁了平嘞，倒开再起水了，起水，好，重心慢慢一个倒开，好，下开脚先看到前，好，脚举起来。按184做了，来起势，身躯条平落，你手就扶来，先吸气吸，哦，这个配合呼吸。配合呼吸的做，来，我看你做一下来，你做看卖的，好不？来，做起来就开始教动啦，哦，来，开始，重心放一下脚嘞，左脚跟抬高。